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邊，飾演接龍集團女裝部員工二玲嘅李子晴，近日因為有份參與無線戀綜節目《女神配對計劃》，而令佢人氣飆升，而佢更加被指係戀愛配對嘅目標大熱。但係由於子晴近日要連日拍攝《愛回家》，所以都冇乜時間去八卦下《女神配對計劃》嘅海選情況。但係就已經有朋友話俾佢知，今次嘅參賽者質素都唔錯，對於唔少參賽者都視佢為求愛目標。佢覺得大家都係因為好中意佢喺《愛回家》入邊嘅角色二玲，因為《愛回家》真係好入屋，而且好多人因為《愛回家》而認識佢，加上二玲都好可愛，而且又蠢蠢地，十分之討好，所以平時佢出街都有好多人會叫佢二玲，而且發現無論男女大小朋友都會覺得佢好親切，而佢亦都不忘宣傳，透露嗰個節目嘅報名日期已經延長到3月尾，呼籲更多有心人去報名。問佢有冇心理準備隨時出鋪脫單呢？子晴就話暫時就未咁諗啦，只係當下嘅心情緊張又興奮，因為佢真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夾得嚟嘅人去發展。哇，女神都咁樣講，大家真係要把握機會啦！